后来继续要来讲台湾的防疫后一步要安怎做呢？中央研究院流行病学的专家何美香，伫一场的论坛来建议政府，讲台湾的疫情控制得真好，社区感染的风险真低，所以14天高片的喙암以及强制挂喙암的政策，无需要搁来加码。伊讲，这个热天疫情会较回，但是寒天可能会搁变严重，爱挂一寡物资留到寒天来使用。何美香讲，所有的呼吸症拢是伫咧寒天来检查，热天的病例增加，大家都要趁今年的热天补充营养，提升着免疫力。坐坐稳挂喙암，坐火车嘛爱挂喙암。喙암的政策一天比一天较严格，但是学者认为，到啊调整政策的时阵啊。 会建议我们的政府呢，不要再戴口罩这件事情再继续加码了。未来的冬天可能是会很严厉的，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物资留在那边。清明连假到即马，本土个案无明显增加，显示台湾疫情控制袂歹。何美香认为，到热天病例数会下降，大家会当小休喘的。政府应该要考虑讨白喙암政策，因为到冬天病例数可能会变多，到时阵更加需要喙암。 是轻症的人，可以14天之后就让他回家。何美香嘛认为，目前确诊病患住院的天数普遍相长，建议轻症的患者应该上侪住院14天，因为感染了后第2礼拜，病患就会产生抗体，搁再加上出院了后自主健康管理，就会当甲医疗的资源留予更较需要的人。政府的防疫政策应该爱随着疫情的变化，单向调整，民众嘛才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